大埔宏福苑5級火警揭示咗香港長期只講合法合規，唔談價值與良知嘅深層問題。初步調查指出，工程物料高度易燃，8座大廈火警中無法正常運作。監管多年卻未能防止高風險做法持續，呢個說明即使有圖則、有證書、有巡查，制度仍然容許喺合規嘅名義之下，把成千上萬普通市民暴露於無以復加嘅危險之中。宏福苑嘅工程公司同相關顧問被指喺多年大維修工程裏邊使用高度易燃嘅發泡膠板封槍，令火勢以驚人速度向上同埋向環蔓延。事後多名工程公司董事、顧問被拘捕，涉嫌誤殺同貪污。更令人關注嘅係，政府部門早前多次巡查工程，檢視棚網證書，但最終卻由呢啲組合起嚟嘅合資格工程，釀成全港罕見嘅大型傷亡。呢個暴露出一種危險心態，只要文件齊全、程序恰當、條文冇明確禁止，就可以視為安全與負責任，將真正嘅道德判斷同同理心外判俾冰冷嘅制度。我冇違法，一切按程序，變成某種道德免死金牌，既遮蓋咗對居民實際處境嘅冷漠，亦都掩飾咗制度本身可能係落後、有漏洞，甚至被長期濫用嘅事實。香港一直以法治為核心價值而自豪，但如果法治被簡化成只要冇違規便唔違法，咁法治就會日漸脫離公義與人道，淪為技術性嘅合規遊戲。教育局近年強調價值觀教育，提出12個首要價值觀同態度，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誠信、仁愛、守法、同理心等。文件中不斷強調要培養學生喺認知、情意同行動層面實踐呢啲價值，為年青一代建立共同嘅倫理基礎。但問題在於呢套價值框架主要鎖定喺中小學生，主要實施場景係校園，而社會整體卻缺乏相應嘅成人版價值教育同公共討論平台。工程師、地盤判頭、物業管理公司、專業監管者，以至審批工程嘅官員，並冇類似系統性嘅價值教育要求，更多只係接受技術規範同法規培訓，久而久之便將守法等同做到文件要求，而唔係從人嘅角度嚟考慮自己嘅決定。呢一種價值斷層造成一個荒謬畫面：學生喺課室裏邊學習同理心、仁愛、責任感，課外卻睇到大人世界以成本效益、合約條款、程序正確為最高指導原則。當價值觀只存在於校園與課業，而無法成為整個社會嘅共同實踐標準，任何單一教育政策都難以真正改變香港嘅道德風氣。價值觀教育必須由校園擴展到整個城市，變成跨世代、跨行業嘅共同目標與願景。首先，各專業同高風險行業應建立持續嘅倫理與公共責任培訓，例如建造業、工程顧問、物業管理、金融同埋醫護等，都要將保障生命、公義與誠信、尊重弱勢寫進專業守則嘅核心。其次，政府喺政策溝通與問責時，唔止匯報、以按程序、以巡查，更加要坦誠制度不足，具體回應點樣以保護人命與公義為優先，重新設計規則。當政府願意為做得唔夠好承擔政治與道德責任，社會先至會相信誠信、承擔、同理心唔只係俾學生嘅說辭，而係可以用嚟規範全社會嘅共同標準。內地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價值，並透過街道標語、媒體、課程與公共文化活動廣泛呈現，希望形成全社會睇得見、做得到嘅價值框架。上述價值觀未必完全適合香港，但起碼展示價值觀教育唔係局限於學校，而係融入城市同日常生活，建構出一套共同嘅倫理語言。香港若果要走出宏福苑大火揭示嘅道德真空，可以考慮喺尊重本地多元傳統與法治基礎之上，重整一套屬於香港嘅公共價值地圖，把法治放回公義、尊重生命、同理心嘅更大框架內理解。例如喺國家層面強調愛國心，維護公義與法治；喺社會層面突出公平、安全、
互信。喺個人層面，倡導誠信、承擔、友善與專業良知，並透過制度設計、專業監管、公眾宣傳同埋文化建設加以實踐，而唔係只係停留喺文件同演辭上。大埔火災唔單止係一宗悲劇案件，更加係一面鏡子，映照出香港社會長期把合法合規視為行事唯一準則嘅傾向。若果仍然唔願意面對價值觀與道德責任嘅失衡，未來即使頻繁修例、巡查加密，類似嘅文件完美但人命不保嘅災難仍有可能喺別處重演。只有當價值觀教育真正走出課室，深入每一個行業同政府決策程序，並以全社會共同嘅倫理標準實踐，香港先至有機會喺悲痛之中重新學會點樣成為一個有良知、有同理心嘅城市。